5月初一劳动节是劳工休困的日子，因为私立学校幼稚园的老师是劳工，所以囡仔嘛会对老师做伙休一天。若爸爸妈妈若是公务人员，都爱伫5月初一这天请假来顾囝。这几天民间团体是一直呼吁政府把劳动节改做全国拢统一休假。不过行政院已经讲今年确定是袂赴改会交予新政府来做决定。5一劳动节放假跳跳。 5月初一劳动节，劳工拢会当休假，私立幼稚园的老师休假，囡仔也对咧休，家长就要家己顾。因为全国休假无一致，军公教家庭和其他无伫劳基法规范内的父母，常常爱伫即天请假来顾囝。职场或是家庭之间其实没有办法平衡，只有可以选择，造成很多的老师，当然也包括公务人员，他们在5一劳动节当天必须要 请假来照顾自己的孩子。这几天民间团体一直呼吁政府劳动节应该全国休一天。虽望政府捌表示会当来讨论，不过顶日行政院宣布今年确定袂赴实施，要交予新的政府来决定。这是引起全国散不满，因要求政府应该提供有薪水的照顾假，予有细汉囝爱顾的公务人员会当安心请假。因为全国休假无一致，厝里的囡仔劳动节爱上课，为着接囡仔上下课，父母根本就无法度好好啊休困。 劳工团体也批评，目前台湾劳工做事的工时真长，劳动节应该是通予劳工真正会当休喘的日子才对。 劳动部自己的统计可以看到，台湾受雇者在这个2022年的平均年总工时是高达2008个小时，全球第6。那在去年，我们更从这个2008个小时上升到2019个小时。 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真正是表示，内政部有先评估，劳动节休假劳工人数大约有1000多万人。若是要予军公教也同款休假，佫需要计算影响的范围，会提交报告予行政院。专稿散是呼吁5月20日要上任的新政府，爱继续讨论劳动节这天全国统一休假的可能性，才通解决上根本的问题。记者刘新武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